那篇央媒的文章發出的那天，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周四下午，沒有提前預告，沒有任何鋪墊，就像一扇被輕輕推開的門，門後面站着的人已經等了太久。文章標題不長，但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釘子，穩穩地釘進了那些留言的縫隙裡。文中沒有指名道姓地批評任何人，沒有激烈對抗的措辭，沒有為任何人搖旗喊，他只是用一段沉穩的文字，把象柏茲放在了一個乾淨的位置上。他在說，別再試圖用謠言去定義這個女人了，別再用那些不完整的信息去切割她的生活，別再用那些從未被驗證過的說法去測量她的厚度。她不需要被定義，她需要被看見，而看見了之後，就不需要再定義她了。因為定義一個人意味着把他放進一個固定的框架裡，而他從未觸於任何框架。這句話來得太自了，至到了10幾年，至到了他深夜獨自帶着孩子進出醫院的無數個凌晨，至到了他在片場拍攝間隙抽空參加家長會的那些下午，至到了他在地鐵站被拍到素顏接孩子卻仍然蹲下繫鞋帶的那個畫面。那些畫面曾經被傳播、被討論、被解構成各種版本的敘事，但從來沒有被收進一個足夠正式的坐標系裡。直到那篇央媒的文章發出後，大家才意識到，那些需要被證明的不是他的行為，而是我們一直以來對他的誤讀。他的認真從來不需要解釋，真正需要解釋的是我們為什麼用了那麼久才看見他。而那些謠言之所以能夠存活這麼久，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多真實，而是因為他們在重複中獲得了某種虛假的合法性，像一面被反覆擦拭的鏡子，每一次擦拭都讓人覺得它更加明亮，卻沒有人注意到鏡面上那些細微的劃痕已經改變了反射的方向。央媒的文章做的不是替他辯護，而是替事實讓出了一條通道，讓那些被淹沒在日常行為中的真相終於有機會浮出水面。象柏茲並解的時間線幾乎和她成為母親的時間線一樣長。從她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就一直被放在一個被放大、被審視、被猜測的框架裡。她怎麼帶孩子？她給孩子選擇麼學校？她如何平衡事業與家庭？每一個選擇都會被拆解成碎片，再被拼成一個符合某種刻板印象的畫面。她很少回應，幾乎不解釋，因為解釋的成本太高了。每一次解釋都會衍生出新的問題，每一個回答都會被切割成更小的片段重新投放。她選擇不解釋，不是因為不在乎，而是因為她把解釋的時間省下來，用來做那些不需要向任何人匯報的事。那些事包括在凌晨3點給孩子量體溫，在清晨6點準備4個不同口味的三明治，在下午4點準時出現在校門口。這些事不需要被解釋，只需要被做完。而謠言需要的恰恰是解釋，它需要被回應才能存活，需要被反駁才能延續，需要被反覆討論才能保持熱度。象柏茲沒有給謠言提供他所需要的營養，他只是安靜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像一座不接收信號的塔。那些抵達他身邊的聲音找不到落點，只能在他腳邊繞行，最終停在無法構成方向的位置。央媒的那句話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強烈的共鳴，是因為他說出了很多長期觀察象柏茲的人一直想說卻無法概括成一句話的感受。他不是完美的，他沒有模板，他也沒有活在任何人的預期裡。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那條路有時崎嶇，有時被霧氣籠罩，但他沒有停下來等任何人來替他澄清。那篇報道發布後，評論區衝入大量的留言，其中有幾條被反覆提及，內容大致相似。他從來不需要別人替他說話，但這次終於有人替他說了一句他值得。有人在評論區說這是第一次有官方媒體替他說了一句公道話，也有人補充到他不是突然變好的，他一直是這樣，只是這次被看見了。那些不同時間積累的觀察被同一句話籠住，像散落的信件被收進同一個信封，終於有人替他寫好了收件人地址。象柏茲在育人這件事上的認真，體現在他從不依賴同一套方案。
他佢根據每個孩子的年齡、性格和興趣調整自己的節奏，不佢拿同一套尺子去衡量4個不同的個體。他佢在 Lucas 練琴時坐在旁邊安靜地聽，佢在 Quintus 運動後在場邊帶毛巾，佢在 Marcus 拆解舊物時不去打斷他的專注，佢在小女人畫畫時陪他一起塗滿一整張白紙。他的每一個動作都不是為了被記錄，而是為了被接收到。央媒的文章中特別提到了一個細節，他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到如何平衡4個孩子的關係時，沒有回答技巧或方法，只說了一句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位置，我只是不在他們的位置上坐着。這句話後來被單獨摘出，成為文章中最被頻繁引用的一句話，因為他不是在提供教育建議，他只是在描述他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句話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他已經在實踐中驗證過它的有效性，不需要用理論來加固它的裂扣。那篇央媒的文章發布後，網絡上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討論方向，那些曾經流傳廣泛的謠言，到底是從哪裡開始的？有人追溯了最早的源頭，發現它們大多來自一些未經核實的匿名貼子和斷章取義的截圖。那些貼子有一些已經被刪除，有一些仍在網絡上漂流，但它們的傳播鏈已經被時間拉得太長，已經找不到最初的起點。像柏茲沒有起訴過任何造謠者，沒有罰過律師函，沒有公開聲明要求刪除，他只是繼續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他的沉默不是默認，是他在用行動告訴自己，不必把所有子彈都接住，他只需要在生活裡站穩腳跟。央媒的這篇文章，某種程度上是在替他補上那個他始終未有開口要的說明。他不是他討來的，是他等來的，來自一個不需要他開口請求的地方。像柏茲曾經在一個不被注意的片段裡說過這樣一段話，語氣很平淡，像是在描述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我只在乎孩子怎麼看我。他們長大了，佢記得我做了雜麼，而不是記得別人說了雜麼。這句話沒有被廣泛傳播，因為它沒有出現在任何熱搜裡，也沒有被剪輯成短視頻片段。他只是在一個採訪的角落裡安靜地待着，像一個不設防的座位，等着願意走近的人自己坐下來聽。央媒的文章沒有引用這段話，但他傳達的意思和這段話如出一轍。他認真活着的樣子，比所有謠言加在一起都更有說服力。謠言需要持續灌溉才能存活，而他只需要保持自己的節奏，就能讓那些聲音失去依附的容器。央媒的發聲之所以顯得如此有分量，不僅因為它來自一個具有公信力的平台，更因為他選擇的時機恰好落在了一個輿論的轉折點上。在他被謠言包圍的那些年裡，最諷刺的不是謠言本身，而是當謠言被證偽之後，很少人會回頭去修正自己曾經說過的話。那些曾經的評論、判斷、暫序，像被風刮走的紫色，飛走之後就不再有人記得他們原來落在哪裡。央媒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替那些紫色畫了一條邊界線，他告訴所有人，到這裡為止，不要再往前跨了。他不是替他辯護，他是替事實讓出了一條通道。那條通道很窄，窄到只能容一個人側身通過，但那個人終於能走過去了。像柏茲在那篇文章發出後沒有轉發，沒有感謝，沒有任何形式的公開回應。他只是在第二天照常出現在學校門口接孩子，戴着棒球帽，穿着寬鬆的衛衣，手裡拎着一個裝了零食和水的帆布袋。有認出他的路人喊了一聲他的名字，他側過頭來微微點頭，沒有停下腳步，繼續往前走。那個畫面被拍了下來，配文是他沒在看熱搜。一個不需要解釋的人，也不需要確認自己是否被理解了，他只需要確認孩子放學時能在人群中找到他。央媒的文章讓許多人重新審視了張柏芝這些年走過的路。那些曾經被傳得沸沸揚揚的謠言，在央媒那篇冷靜克制的文字面前，像一片薄冰在陽光下慢慢融化。它們沒有消失，只是不再有重量。
而像柏茲仍然站在那裡，像一棵被風吹過無數次卻始終沒有折斷的樹。那些縫沒有改變它的形狀，只是讓它的根系扎得更深。央媒的文章把那些縫攔住了。縫停之後，它依然站在原地，身形沒有因為縫向的改變而偏轉，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朝向。它的方向始終是固定的，不需要依靠外部的標記來校準自己的路線，也不需要確認縫向是否已經改變，因為縫向和它要去的方向之間沒有需要校準的夾角。它在自己的方向上已經走了足夠久，久到外界的氣流已經無法干擾它的行進路徑。他說別再用謠言定義它，不是他在請求保護，而是他不需要被任何東西來定義。央媒的那篇文章不是給他證明，而是替那些看見他認真的人說了一句他們早就想說的話：他不需要被定義，他只需要被看到。而這次終於有足夠多的人願意停下手裏的偏見，認真地看了一次他。他仍然在走自己的路，方向沒有偏，步伐沒有亂，也不需要回頭確認是否有人跟上來。在這整件事中，我們作為旁觀者，其實很難真正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被證明，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他生活中被切割出來的碎片，而那些碎片被放大、被拼接、被解構，往往離原貌已經很遠了。央媒的文章之所以值得被認真對待，不是因為他替張柏芝說了話，而是因為他提供了一個不偏不倚的視角。在這個視角裡，張柏芝既不是被神化的完美母親，也不是被污名化的爭議人物，她只是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這也符是最接近事實的描述，因為認真本身不需要被定義，它只需要被看見。它不需要我們替他站序，只需要我們在他經過時不再隨手扔石子。他已經在那條路上走了很久，即使沒有人鼓掌，他也不會停下來等掌聲響起再繼續走。他的步伐沒有被任何人的目光改變過節奏，也不需要任何信號燈嚟指示他何時可以通過。他走的是一條不需要被定義的路，而他已經在那條路上走了足夠遠，遠到不需要回頭確認起點是否存在原地，也不需要抬頭確認終點是否存在原處。那條路他已經走過太多次了，已經不需要任何標記來辨認方向。他已經知道他通向哪裡，而那個地方不需要被命名。那些謠言之所以能夠在張柏芝周圍盤旋如此之久，旋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他們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敘事框架，讓複雜的生活可以被快速消費。一個獨自撫養4個孩子的母親，她的日常太龐雜了，籠雜到無法被裝進任何一條新聞標題裡。而那些謠言則提供了相反的路徑，他們把籠雜的生活壓縮成一句可以被快速傳播的判斷。那是人性的弱點，我們總是更容易接受一個簡潔的判斷，而不是一個複雜的事實。就像我們更願意相信他很慘或他有問題，而不願意花時間去理解一個人如何在凌晨3點量完體溫後在清晨6點準備好4份不同口味的早餐，因為那個畫面太過瑣碎到無法被概括成任何金句，卻構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央媒的文章並沒有提供一個新的敘事框架去取代那些謠言，它只是提供了一個暫停鍵，讓人們停下來想一想，我們之前相信的那些，到底有沒有經過自己的驗證？他沒有給出新的答案，只是撤回了舊的假設。張柏芝在那篇文章發布之後，也沒有順勢發表任何回應來鞏固這個證明的時刻。他沒有利用這個機會來重塑自己的公眾形象，沒有接受任何採訪來補充央媒的觀點，沒有在社交平台上轉發那篇文章並配上一段感言。他只是繼續做他正在做的事，接孩子、送孩子，站在校門口等他們出來，在帆布袋裡裝好零食和水。那個畫面被反覆拍到過太多次，多到已經未有任何新聞價值，但他恰恰是他最真實的自我表達。他在用行動回答那篇文章，你說得對，我不需要被定義，因為我已經在我自己定義的位置上了。那個位置不需要被命名，不需要被解釋，
甚至不需要被任何人看到，他只需要他站在上面。他已經在上面站了足夠久了，久到那片地面已經根據他的腳型形成了固定的輪廓。那些輪廓不會因為風向的改變而變形，也不會因為有人經過時踩到了邊緣而塌陷。它的位置已經被踩實了，不需要再用任何標記嚟確認它的存在。